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代替这个新闻进程，咱先来了解啥是车长法。这个安装伫咧车厢内底的车长法，是发生紧急事件时阵，要互列车长拍开，紧急来动火车的。咱就来看这个代替有一台火车，大昨日驶到台东金轮站的时阵，突然间火车动电。原来是有一个旅客讲有这个车长法，这个火车才会怎熊熊停落来，然后伊人就落车了。花莲铁路警察局中昼已经找到这个男子，伊讲因为困了过头，未赴落车，一时着急，才会有这个开关，实在是真难产。不过这已经卡到公共危险罪了，上最会当罚款100万。火车入站，人客行李赶咧准备要上车，是讲伫初日迄天新竹江号422车处经过台中金轮站，所发生紧急动电的代志。就是这个穿黑色外套的查甫人，用手动这个车长法，也就是马路木，火车虽驶袂行，后来就家己落车。随意操纵我们铁路的战车设备，或以他法妨碍我们的设备系统设备的一个正常使用的话，可以采取这个新台币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是罚款。如果因此而造成公共危险，将可以以刑法来论处。原来是车门边的车长法，也是马路木，并无锁，只要移这个银色钮啊、玻璃窗啊，就会当拍开。马路木一个开，讲来企业可能就会降低，代替紧急的设备被破坏，高铁系统就无共款啊。高铁无这款设备，因为高铁甲代替车长本身就无共款。高铁有自动侦测危险的系统，因为速度紧，迄呐熊熊动电真危险。是讲车顶嘛有紧急的钮啊，也就是互旅客对讲机，月台嘛有紧急停车的钮啊。若是讲有物件落伫铁轨路时，就会当使用。代替已经找到人，这个28岁住伫台东的查甫人，伊恐惊已经犯着公共危险罪，现在依照铁路法上重会当罚100万。所以讲坐火车上好是较乖咧，较无代志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